城市中嘅苦路默想。教宗喺2025年嘅禧年詔書中，為世界呼求希望嘅恩寵。佢亦邀請世人一齊陪同嗰啲經歷各種困難嘅弟兄姊妹同埋弱勢社群。為響應禧年希望嘅朝聖者呢個主題，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編製咗城市中的苦路默想地圖。教友亦可藉住反思基督受難嘅同時，亦能喺社會每個角落認出身邊嘅弟兄姊妹，並為佢哋祈禱。願我哋能攜手同行，共同喺社區入邊留下希望嘅印記。喺默想每段苦路之後，我哋都以一篇天主經作結，求主俯聽我哋嘅祈禱。第一處，耶穌被判死刑。第二處，耶穌肩負十字架。請為香港社會同教會祈禱。喺中環高聳嘅金融大廈代表住權力與慾望。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位處中環堅道，靜默地告訴着信仰與救贖。讓我們喺呢個交匯處默想耶穌受刑之後步履沉重走向苦路嘅身影，同埋喺佢身上肩負十字架嘅重量。我們為香港嘅公義、和平、繁榮祈禱，同時亦為教會喺社會嘅使命同見證祈禱。求主垂憐香港，引領我們走向公義與和平之路。第三處，耶穌第一次跌倒在地上。第四處，耶穌遇見母親。請為受造界祈禱。耶穌跌倒喺地上，佢受盡凌辱。聖母瑪利亞目睹耶穌嘅苦難，心如刀割。維多利亞港係香港嘅重要嘅標記，海旁遊人如織，區內遍佈食肆同埋娛樂場所。喺喧鬧繁華中，海港卻長年受到污染，超出可承受嘅程度。我哋企喺尖沙咀海旁長廊，面向着海港，我哋對大自然所承受嘅痛苦，有冇感同身受呢？祈求天主憐憫和寬恕我哋，讓我哋張開耳目，睇到地球污染嘅惡果，承擔守護大地嘅責任。第五處，西滿負擔耶穌嘅刑具。第六處，韋羅尼加為耶穌抹面。請為長者、家庭及兒童祈禱。油麻地區交通四通八達，新舊建築物交織爭輝，既係商業旅遊嘅中心，亦係基層家庭同埋獨居長者嘅容身之所。我哋會唔會好似西滿一樣，同被忽略嘅兄弟姊妹一齊分擔耶穌喺十字架上承受嘅痛苦？或好似維羅尼加一樣，喺人群之中挺身而出，為耶穌抹去臉上嘅汗水同埋污垢呢？雖然我哋嘅力量微薄，但每一個小小嘅善舉都能點燃希望，讓天主嘅愛喺人群中流轉。第七處，耶穌再次不知倒地。第八處，耶穌安慰痛哭佢嘅婦女。請為香港嘅年青人祈禱。他所背負嘅係我哋嘅疾苦，負擔嘅係我哋嘅疼痛。
我們還以為他受了懲罰，為天主所擊傷和受貶抑的人。企喺繁華嘅旺角街頭，我哋默想耶穌第7處同埋第8處嘅苦路。耶穌再次不知倒地，即使承受住極大嘅痛苦，耶穌仍然將目光轉向他人，安慰那些痛哭嘅婦女。喺旺角區，我哋看到不同青少年人嘅身影，佢哋背負住唔同嘅十字架，有人喺創業中艱辛掙扎，有人喺夢想與現實中徘徊。喺呢個彈丸之地，幾代香港人以堅毅和創意，將小漁村塑造成國際大都會。主，求你引領社會大眾，可以肯定年青人嘅努力和價值，給予支持同埋勉勵。第9處，耶穌第3次跌倒在地。第10處，耶穌被剝去衣服。請為無家者同貧窮人祈禱。耶穌第3次跌倒同埋被剝去衣服嘅苦路，今天仍然喺深水埗呢個老區重演。獨居長者喺區內嘅橫街窄巷拾荒，屋檐下嘅露宿者喺日曬雨淋中掙扎求存，劏房戶、板間房嘅居民喺社會低層中嘗盡苦澀。區內有教會、慈善組織、小商戶同埋地區團體，佢哋經常為露宿者送上熱飯、暖湯同埋生活嘅必需品。慈悲嘅天主，請幫助我哋打開心扉，喺提供協助嘅同時，願我哋能夠細聽每個受苦者嘅心聲，祈求社會各界給予幫助同埋機會，讓佢哋能夠活出天主子女嘅身份。第11處，耶穌懸在十字架上。第12處，耶穌在十字架上捨身。請為照顧者、病患者同醫護人員祈禱。耶穌喺十字架上呼喊：我的天主，你為什麼捨棄了我？喺病房中，可能體驗到被遺棄嘅痛楚，但喺天主嘅安排下，呢一切都互相效力，轉化為希望和得救嘅力量。企喺長沙灣嘅明愛醫院門前，我哋都想到社會上嘅醫護人員，佢哋以專業嘅精神為病患者提供治療，家人嘅陪伴同埋慰藉，亦係病患者心靈上嘅良藥。主基督，你承受嘅苦難，令到我哋喺軟弱中見到希望，喺孤獨中體驗到天主嘅同在。第13處，耶穌的屍體被卸下。第14處，耶穌被埋葬。請為在囚者及更生人士祈禱。主耶穌基督，當你受審判時，你明明無罪，但被判死刑。群眾叫喊，要你釘上十字架。今日社會對在囚同埋更生人士都有同樣嘅批判。行過荔枝角拘留所，映入眼簾嘅就係層層嘅鐵絲網同埋堅固嘅石牆。我們關心在囚者嘅處境。耶穌你嘅苦難話俾我哋知，喺黑暗嘅入邊，經常醞釀着轉機。就如喺堅石之間，
亦可以綻放出鮮花。求主賜我哋憐憫嘅心，安慰在囚嘅弟兄姊妹，並接納更新人士。願歧視同埋偏見最終可以被諒解同埋接納所取代。第15處，耶穌復活。請為難民、移民同埋外籍家庭傭工祈禱。主耶穌，你嘅復活係一切希望嘅泉源，帶嚟生命嘅曙光。喺街道上，我哋經常遇見嚟自東南亞國家嘅外籍家庭傭工，佢哋為本地嘅家庭提供支援。另外，我哋亦有難民同埋尋求庇護者嚟到呢個城市尋求幫助。願復活嘅基督臨在每位漂泊者嘅生命之中，讓佢哋能夠喺香港找到安穩嘅依靠。